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。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重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。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重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。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重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希望更多人关注被拐卖的儿童。我建议对人贩子一律重判，尤其自残的儿童的更要由他们判他们死刑，太残忍了。